Nutcracker。你问为什么那个男孩有小而你没有？这得从受精说起。要是讲遗传、发育、激素、中肾管什么的，你也听不明白。打个比方好了，你去过餐馆吧？受精跟点菜有点像，受精呢就好比下单，男孩女孩啊就是点的菜，单不一样，出来的菜就不一样，懂了吗？如果点了份木耳，端上来份蘑菇，你也不乐意，对不对？啥？那个男孩说他有个大就比你牛逼？甭理他。要说优势，顶多就是站着撒尿，能稍微方便点。听着孩子，男人和女人是地球上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谁都离不开另外一半。这事儿吧，就跟插头跟插座似的，世界上缺了谁都不行。多元化让世界更美好。